那繼續來看台中中聯油脂公司所生產的沙拉油，驗出到1級的致癌物，攏總是1300噸，供應予泰山、福壽甲福茂這3大油廠。油廠分配出予全聯、大全聯、甲萬家福，也閣有聯華食品、台灣普豐以及美王甲南亞塑膠等等。講這出問題油品是4月份生產的。有偌濟量已經予民眾食落肚，衛生單位繼續追查。雲林縣府的食安稽查警員來到商行檢視，因來到13間超商、餐飲業甲工廠稽查，發現當中有215罐甲問題油共配合油品，全部攏甲封存。稽查警員正着急，因為中聯油脂有一批大豆沙拉油，防檢驗出1級的致癌物，閣超標4倍。而且早就已經出貨，流向全台灣。也是有一點。民眾咧買時，攏特別注意品牌甲配合，都驚買到有問題油。總共有588公噸，那總共流向138個業者。那福壽的話是421公噸，流向86個業者。那泰山的話是有291公噸，彰化衛生局來做進一步的稽查。彰化縣府也透明清查，對查問題油的流向。該公司的油品流向主要是在大型連鎖通路。全聯、大全聯這些，那以及80餘家的小型業者。中聯油脂的問題油超有1300噸，流入福壽事業、福茂油脂甲泰山企業。泰山有980公斤，出貨到全聯、大全聯甲萬家福。福壽出貨到美食家，福茂是聯華食品5000多公斤，可以做飯圓。南亞塑膠也稱5萬多公斤的問題油，提來做保鮮膜、食品的包裝材料。麻片大廠台灣寶豐是進5000多公斤，提來做加工食品。美王也提來做泡麵調味料。另外，台中的中心商行甲美食家是搬上出貨到的油，予小吃店、賣場甲消費者。中聯也公布出問題的大豆沙拉油 SGS 的測試報告，除了1級的致癌物苯便芘，閣驗出到其他3種像苯便倉這類多款芳香型的化合物，這攏是當着高溫都較高3成。當然，目前我這邊沒有資料，那請以食安處那邊的公告為主哈。業者強調，因依照法規，每年抽檢7擺，第3月有調查攏是合格。6月收到的油商南橋的通報，隨着自主檢驗，而且通報主管機關。目前各縣市也繼續清查油的流向。